5月1號開始，各位做老細、做高管嘅朋友去坐監就更加方便啦。兩高出台嘅反腐新規，實現咗直達監獄嘅綠色 VIP 通道。張繼聰話齋，坐監啊係年輕人嘅唯一出路，民企嘅老闆嘅盡頭一樣係坐監啊。今次司法解釋2對職務犯罪有多條內容嘅補丁包更新，其中針對民企嘅老細高管，即係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、行賄罪、職務侵佔罪、挪用資金罪嘅入罪門檻同埋量刑都全面對標國企人員，享受同國企貪官同款嘅縫紉機套餐。民企人員都係正規軍啦，一樣都要按規矩坐監啊！呢一點調整關係到好多老細高管下半生嘅幸福同埋自由㗎。第一點係入罪門檻直接腰斬，挪用資金、職務侵佔、非公受賄，通通3萬就瀨嘢。以前收個名牌袋啊，叫人情世故，而家要查查官網價先。2.9萬嘅話呢，收咗我哋係朋友；3.01蚊收咗我哋就係獄友啦。第二點係量刑檔次全面對標，100萬叫數額巨大，600萬叫數額特別巨大。坤哥話呢個係民企一個小目標嘅新標準。以前我哋都會覺得民企係老細自己嘅，老細從公司攞啲錢呢就叫周轉，高管攞啲回扣呢就叫做行業潛規則。以前最多係家法伺候嘅啫，但係而家呢係國法伺候啊。以前老細話呢個項目靈活處理一下，意思係搞啲灰色操作，而家可能就係去監獄靈活就業啦。老細存喺公司嘅私房錢變晒贓款，老細們連夜將公司轉俾自己個人賬戶嘅錢全部都補翻借據。以前高管呢搞隱性腐敗，失去嘅最多都係份工嘅啫，而家失去嘅好可能係自由啊。坤哥問我，既然公司啲錢同老細冇關，點解公司貸款啊，銀行仲要老細個人出嚟擔保嘅呢？我想講好話啦，雖然公司賺嘅錢唔係老細你嘅，但係公司欠嘅債係你㗎。根據公司法司法解釋，你要知道賺咗錢呢就係公司嘅，挪用侵佔就要去踩縫紉機，但係負債可以通過公司法追溯到老闆個人㗎。我相信好快招聘網呢就會出現招聘公司老闆呢一項工作㗎啦。揾咩工啊？叫陰工啊！而反腐新規最可怕嘅地方，唔係面對經偵、紀檢、檢察院嘅雷霆手段，而係嗰班喺你身邊嘅人，你嘅合夥人、股東、競爭對手、你嘅親兄弟姊妹、好朋友、前夫、前妻，甚至枕邊人，同埋你一手提拔嘅公司高管、核心員工，佢哋都有可能會利用新規送你一程。佢除咗係國家懲治犯罪嘅武器，仲有可能係家族內鬥、企業內鬥嘅博弈武器。我都已經可以諗到新規同婚姻法嘅業務聯動啦。以前你老婆最多話你轉移財產嘅啫，而家佢會同你講轉移數額特別巨大，嚇到你一身冷汗。反腐新規絕對係利好看守所監獄加速擴建㗎，大量嘅高管老細唔係去坐監啊，就係喺去坐監嘅路上。以前民企嘅野蠻生長係建立喺法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嘅基礎上面，而家法律將2隻陰陽眼都睜開晒啦。關注我，愛江律師，你會幸福㗎。